你係咪食完個午飯，就成日覺得眼瞓到想合埋眼，個人好似宕機咁？呢個普遍現象唔係你懶，背後隱藏住一個關於你大腦同食物之間嘅驚人秘密。今日我哋會揭露點解澱粉質會搞到你飯後昏昏欲睡。當你食大量澱粉質，血糖會迅速飆升，胰臟就會分泌大量胰島素去降低血糖。但胰島素有個鮮為人知嘅副作用，佢會將血液中除咗色胺酸之外嘅大部分氨基酸都趕走。咁樣就為大腦化學變化鋪路，冇咗競爭者，色胺酸可以輕易穿越血腦屏障，大量湧入你嘅大腦。色胺酸係製造血清素同褪黑激素嘅重要前提。血清素令人平靜，褪黑激素就係睡眠荷爾蒙。當呢啲荷爾蒙分泌增加，你自然就會覺得困，專注力大減。下次午餐，你會點揀？